全喷干净。要创啥嘞？对，要来包咱的蚵仔饼。哎，这个季节的芋头基本上已经快要过季了哈。过季就是什么？没掉席哦，没掉席的席哦，就是纤维质会比较粗一点啊，所以比较不会像当季，例如说冬天开始的芋头是最好吃的嘛，然后一路到其实4月底的现在，其实已经季节就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好，所以这是芋头的尾巴了，对。但是不要紧，猪猪还是有办法把它弄好吃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保留一些比较粗的纤维质，它是比较有口感的，所以就把它切成块状，然后进行就是可能抓捏，好，那所以说比较松的部分就是看油的部分，比较泥的部分，它就是呈现泥状，但是这里保留一些比较有口感的块状，好，这样比较有口感。那现在我们来抓每一球大概要多大嘞？不会太大，用太大，用点掉。那我们拿包进饼干里面，包进饼干里面，哦，看说它的大小包起来会不会漂漂亮亮的？如果漂漂亮亮的话，我们就是抓40块。先把它搓圆之后包起来，开始包，然后一边包一边就是使用我们的虎口，使用虎口，对，用虎口去塑形哈。哇，40公克好像差不多哎，哎呦，是有40公克真的差不多，哎，今天差不多哎，哎呀，蚵仔饼出很难呢。哎，不错呢，我觉得40公克差不多，那我们就照这个40公克为基准，中5为基准，不是？好，对 ，OK， 以它为基准，好，40公克下去包喽，漂亮漂亮。还好，这一次有购入尊爵不凡的超大冷冻柜。芋头这个生物哈，对生物，哎，在春夏很容易一言不合就腐败呢，它是一个很容易酸掉的食物，所以一旦包好了就快点保鲜冻起来。先在这边乖乖的哈 ，OK。
酥炸起来，我们一定要加上香菜，呈现台湾艺术之美。哦耶，我家好凉，对，香菜快飘走了。哦耶，现在要挑哪一个来吃呢？好哦，会不会来夹？哇，这个太水啊，舍不得吃，留给你们吃啦，留给最坏的你们吃啦，漂亮的给你们啦。我夹这个好啊。好好吃啊！真的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外脆什么？哇靠，就这外脆内软，然后新鲜的芋头香气，整个在嘴巴里面啪的散出来，好好吃哦。好好吃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为了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会员，每一次都是用最好的原物料之外，我这次调味没有很甜，好不好？所以甜度没有很高，就是用非常非常健康的玄米油下去制作。大家不准给我调，你知道没有？吃掉。真是太美味了。